changed, but we're not the same. Let's stop acting like it's so good when it's not. Are you so sick of always faking, darling? 喂，Playmate 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近年中國多個地方越嚟越受遊客歡迎。最近我哋去到佔全國陸地總面積1/6，交界鄰國最多，陸地邊界線最長嘅新疆旅行。我哋唔係跟團，亦都唔係包車，而係自駕遊，玩足11日10夜，挑戰每日揸車至少6個鐘，經歷春夏秋冬，落雨落冰雹落雪，揸車經過多條鄉道、縣道、國道、盤山路，甚至泥濘，走遍新疆伊犁環線大部分景點。一連3集分享新疆自駕遊攻略、景點玩法、住宿同埋洗手間環境等等嘅重要資訊。對於有興趣去新疆自駕遊但係無從入手嘅朋友仔，記得留意啦！由香港直飛烏魯木齊嘅航班選擇比以前多咗，我哋今次就揀咗國泰，但係值得留意嘅係只有1、4、6、1每日一班凌晨機飛去，而回程只有朝頭早。可能因為而家去新疆玩未算好熱門，所以滿座率唔高。呢個宵夜依然有熱食，第一次凌晨3點仲喺度食緊雪糕啊！喺飛機坐咗5個半鐘嚟到烏魯木齊，最近改名嘅天山國際機場。機場裏面嘅餐廳係喺3樓，選擇唔多。我哋食完早餐就直接去停車場拎車。出發之前，我哋經微信小程式嘅新疆豐富自駕伴侶租咗一架坦克300，租車連基本保險最平350蚊一日，唔收異地還車費。因為我哋落地時間太早，所以有專人前一晚將車放喺停車場，仲會聯絡我哋點樣拎車。之後自己出車同埋影片記錄低就可以揸走。建議大家要租架顏色比較鮮艷，影相先會更加好睇。新疆豐富自駕伴侶，顧名思義就係專門為自駕遊嘅朋友仔提供管家服務，包括租車、訂酒店，仲有優惠代訂門票。而住宿方面又會根據需求去推介性價比高嘅。新疆太大啦，景點又多，旅遊嘅環線都有幾條。第一次去新疆無從入手，將自己想去嘅景點交俾佢哋規劃路線，好方便。喺小程式裏面仲有自駕攻略可以參考，裏面會提到唔同路線、景點門票價格、道路救援、美食攻略、旅拍等等，實行全方位，管好大家自駕嘅需求。我哋出發之前將大大小小嘅事交俾佢哋處理，完全係慳翻大部分自己安排嘅事，好方便。時間尚早，未去得酒店 check in， 所以即刻出發。距離烏魯木齊1個鐘嘅天山天池景區，沿路行高速公路，車唔算多，亦都冇左穿右插嘅賽車手。嚟到景區，如果想喺度放航拍嘅話，首先去到入口旁邊嘅景點警務站報備，因為入場安檢嘅時候要出示一張填好嘅報備紙仔。入場門票155蚊一位，包埋區間車。區間車會送大家去到半山腰，沿途有2個落車點，可以邊欣賞風景邊行上山。成個車程大概40分鐘，沿途會有領隊講解路線玩法。由於一路上山，所以會 feel 到越嚟越凍。落車之後行8分鐘左右就會嚟到核心景區，途中會有餐飲店。天山天池風景區屬於國家5A 級旅遊景區，以天池為中心，係一個湖面呈半月形，而且係世界著名嘅天然高山湖泊。湖面海拔有成1980米，而近在咫尺嘅博格達峰足足有海拔5445米左右，終年積雪。天池自然保護區可以分為大天池北坡遊覽區、大天池遊覽區、10萬羅漢列般木山遊覽區、娘娘廟遊覽區同埋博格達峰北坡遊覽區，每區8景。天池四周嘅山腰上面有好多深綠色又筆直整齊嘅雲杉，感覺好有氣勢。見到湖水好清澈，因此有天山明珠嘅美譽。玩到夠可以繼續向山上進發，呢個時候就需要額外再買210蚊一個人嘅馬雅山觀光車同埋索道觀光票去觀景台同埋行山。山上海拔更加高，至少海拔2500米以上，但係正因為布滿雲參林，空氣含氧量高，空氣清新，所以唔會出現高反。坐完索道之後，沿路行會有幾個觀景台，我哋行到去第2觀景台都成30分鐘，上得越高越覺得凍。不過見到景觀咁震撼，就覺得值得。見到其他人繼續上第3個觀景台，真心佩服佢哋。
唔經唔覺，原來玩到已經7點幾啦，一早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新疆日落時間比較遲，但係比起我哋想象中更加唔同。以為準備日落，但係發現太陽依然好猛烈，所以嚟旅行一定要戴太陽眼鏡。話說最近 Seiko 換咗眼鏡，佢而家戴嘅眼鏡係全視線鏡片，喺紫外線下漸變成太陽眼鏡。對於有近視又唔係成日戴隱形眼鏡嘅 Seiko 真係好方便，而且成副眼鏡只係需要500蚊左右。眼鏡喺出發去新疆旅行之前，去深圳福田會展中心站嘅皇庭廣場 G 樓，沿住左邊路口直行就到嘅愛慕視光配眼鏡，面積有幾個鋪頭大，足足6000幾尺，環境光猛又乾淨。羅湖加埋福田一共有5間分店，全部員工都係國家高級驗光師，而且識得講廣東話，唔驚溝通出現誤會。福田新店開張優惠，近視或者老花鏡最平98蚊一副，絕對經濟又實惠。裏面嘅眼鏡款式超過2000款，款式有簡約大方嘅打工仔款、新潮款、休閒運動款，又有平價免費送嘅鏡框。小眾設計師品牌，想要國際品牌嘅 Gucci、Prada、Burberry、Ray-Ban、Oakley 等等，想要國產品牌嘅有 Bolon、密森等等。大部分鏡框半價，折咗之後98蚊、199蚊、299蚊不等，全部明碼實價。有遠近視眼鏡、老花眼鏡、兒童眼鏡同埋太陽眼鏡。眼鏡店用咗韓國進口驗光機驗度數，又有日本Nikon眼底機，可以 check 青光眼同埋眼底黃斑。鏡片加工用咗法國伊士路磨片機等等，全部都係高端儀器。漸進眼鏡199蚊起，變色鏡或者近視太陽眼鏡180蚊起。如果想要進口品牌，例如伊士路、Hoya 等等，都有折扣價。鏡片低至2.8折起，眼鏡仲可以現場加工，最快30分鐘就可以拎到啦。唔想行嚟行去，呢度有按摩椅等候區，舒舒服服按住摩等，好快就可以拎眼鏡。眼鏡店除咗折扣多、價錢平之外，仲可以港紙1對1俾錢。售後服務包咗180日內免費維修保養，鏡片30日內免費更換。另外配眼鏡，如果太忙冇時間過嚟，可以包郵到香港。唔怪之得吸引咗咁多香港人過嚟配眼鏡啦。埋單 Seiko 買咗嘅全視線眼鏡都只係相當於港幣500蚊左右咋。夜晚9點幾，終於返到嚟 book 好咗嘅百麗酒店 check in， 但係因為我哋遲入住，原本 book 好嘅大床房已經 full 咗，前台俾我哋 upgrade 套房，估唔到遲到有遲到好，套房51平方米，1.8米大床，客廳同埋睡房間隔分明，mini bar任飲，最估唔到嘅係仲會送泡腳桶，姨姨會親自開水。玩足一日，行到咁攰，可以浸腳，絕對係超正。叉夠電，第二日繼續出發。朝早喺酒店食完早餐，就繼續揸車2個鐘嚟到赤壁天湖驛站，途中會經過服務區，可以買小食水果，但價錢唔算平。靜雞雞話俾大家知，因為我哋知道每日至少6個鐘揸車，唔想浪費時間去揾餐廳，所以我哋自備零食袋，以備不時之需。服務區隔籬大多數有油站，建議用咗2-3格油就好入門啦。但要知道，新疆嘅油站因為某啲原因係封閉式管理，入油之前有個閘口需要掃內地身份證，但係我哋係揸回鄉證，係冇辦法掃到。有2個方法可以處理，第一個方法就係同職員講油站職員登記資料，第二個方法就係附近有其他車嘅話，可以問一問幫忙掃一掃身份證，通常佢哋都好樂意嘅。我哋去嘅時候 S101 省道指定路段塌陷，所以要維修封路。唉，唯有行高速同埋縣道去啦。不過一樣會欣賞到唔同嘅大自然風景，要有心理準備。有時會經過起緊嘅路，沙塵會比較大，條路就比較陡。呢個景點只係需要快速打卡就可以 skip。直接去到百里丹霞，而家暫時唔需要買門票。不過我哋見到疑似起緊遊客中心嘅建築物，相信冇耐可能要收入場費啦。經過歲月風雨侵蝕嘅百里丹霞，被人稱係天山地理風景走廊，以色彩繽紛嘅山丘同埋奇特嘅岩石形態而聞名。喺日出同埋日落會呈現更豐富嘅顏色，望落去真係好壯觀，有種望極都唔厭、唔想走嘅感覺。
繼續沿路揸車去到馬納斯河上游嘅肯斯亞達水庫。呢個水庫係因為修築水利工程而形成嘅高山湖泊，湖水翠綠，靚到好似畫一樣。仲有大千秋可以玩。隔籬有間 S101 咖啡可以打卡，但係要消費先可以入去，咖啡至少40蚊一杯，完全唔值得，所以冇入去啦。返去酒店之前，再去安集海大峽谷，去到目的地之前20分鐘左右就會收唔到噶啦。不過一條直路，唔需要擔心。呢度同樣唔需要門票，曾經上過國家地理雜誌，係一個開發緊嘅景點。公路入景區嘅時候，已經直接嚟到大峽谷頂部平原，所以喺度可以見到巨大嘅裂縫，又可以完整見到峽谷裏面由高到低嘅河網。安集海大峽谷嘅景色非常獨特，企喺峽谷頂望落去，覺得自己真係好渺小。玩到夜晚9點幾先起程返酒店，一路揸車，一路可以欣賞到日落。新疆嘅風景真係好靚，唔使1個鐘就嚟到灰屯市嘅麗澄酒店。樓下就係步行街，因為新疆日落真係比較晏，所以當地人嘅活動時間都比較晏。夜晚11點依然人頭湧湧，我哋訂咗430蚊嘅大床房，35平方米，1.8米大床，房都稱得上正常同埋舒服。不過沖涼之後發覺床頭插蘇位過唔到電，風筒電線又鎖實咗，唔可以拆出嚟，打幾次電話去前台都冇人理，最後唯有毛巾包住頭髮落去前台，先有職員理我哋，幫我哋解決。第3日一早起身喺酒店食完早餐，就即刻出發去被譽為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嘅賽里木湖。想知道賽里木湖係咪同網上面見到嘅相一樣咁靚，就要留意下一集啦。喺旅程嘅頭2日已經見到好靚好壯觀嘅景色，真係好期待之後嘅景色會係點。嚟新疆旅行要留意，同內地有2個小時時差。所謂嘅時差其實只係日落比較遲，當地人嘅活動同埋作息時間會推後2個鐘，但係實際一樣都係用北京時間嘅。而預訂酒店嘅時候要睇清楚係咪會接待嚟自所有國家或者地區嘅住客先好 book 啊。酒店或者民宿早餐大多數都係8點至到8點半先開始提供，仲有啊，基本上每晚都要換酒店或者民宿，網絡有機會出現連接唔到嘅情況，大家要準備定現金，提前下載離線地圖。而 VPN 呢，亦都唔係每一個都用得到，仲要有心理準備，預咗每一日有半日嘅時間都係揸車，最好有2個司機交換揸，如果唔係真係揸到懷疑人生啊！揸車嘅時候途經服務區或者景區遊客中心嘅廁所，記得要去，就算覺得冇需要都要去定，因為環境同埋衛生情況已經算最好。順道可以買水果放上車做補給。新疆呢度嘅紫外線好強，要搽多啲防曬，戴帽、太陽眼鏡。而呢度平均海拔有1500米以上，早晚溫差大，夏天出發要帶備薄羽絨、保暖第3等等，加上天氣乾燥，要帶 hand cream、mask、潤唇膏。另外入油方面唔好抱住仲有油嘅心態，盡量入到就入，因為去到偏遠嘅地方揾油站唔容易。如果想去旅行舒舒服服，唔趕路，又唔使左諗右諗，有人幫你安排晒行程、門票、酒店、住宿等等。我哋見到 Klook 其實有包團或者包車嘅套票，以我哋今次去伊犁環線為例，有伊犁1+1頭等艙8日遊套票，一落地烏魯木齊之後，全程一站式旅遊，方便又舒服，當中包咗7座正規豪華車型，全程7晚住宿，行程所有景點門票同埋區間車、酒店早餐等等。如果主要係年輕人有熱愛打卡，可以參考另一個新疆伊犁牧野天山7日遊，全程坐坦克300，影相絕對夠搶眼夠靚，想要航拍片壓例都冇問題，司機仲一手包辦幫你全程拍片記錄，同樣包全程6晚住宿，行程中所有景點門票、酒店早餐、保險等等。呢2個 package 基本上執齊行李帶個人去就得啦，有幾正喎。不過睇完我哋條片，心思思想自駕遊都唔使驚，Klook一樣有免費私人定制旅行服務，而呢個服務適用於中國多個地方，例如北京、雲南、四川、重慶、東北等等。按照人數、地點、budget、個人喜好等等定制專屬嘅旅行路線。對於想自由行或者自駕遊但第一次接觸目的地覺得好難安排，唔想麻煩，絕對有用。全真人管家溝通，幾位定制師負責安排，又會細心到記低景點、最佳停留時間、當地禁忌、紀念品清單等等，唔使自己上網左揾右揾。有興趣可以撳入下面 info box 條 link。
下集我哋繼續沿住伊利環線去到賽里木湖、伊靈市影民族服裝寫真、整邊防證等等，又會入住家庭式民宿，去睇下一座冇紅綠燈嘅城市。想知新疆旅行有咩好玩？計劃緊去旅行或者自駕遊嘅你哋，記住留意我哋下一集新疆之旅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下條片見，拜拜。